國式的薯片，你聽說過嗎？好吃啊！剝脆啊，新春腐竹哇！其時已熟，出鍋即熟。呢個呢就係頭燙粥，係我哋農村叫頭浪粥，係頭浪粥哦，係頭浪，係我有一至四個介紹啦哦，頭燙粥哦，係嗰隻呢就係。你們猜猜二級腐竹叫什麼？二燙粥，即係二郎粥叫做啊，我哋農村叫二郎粥啊，係頭燙、二燙分三燙。不是說分4級嗎？呢就係赤江粥，赤江粥即係點叫赤江粥咧？哦，以前農村拉，不過我哋而家係平時都係日間拉，因為今日為咗係拍攝呢，所以就下午先係拉腐竹哦。其實呢套呢就係叫赤江粥，赤江呢就係太陽咁落山，而家呢個已經係完成咗，都叫赤江粥。美粥呢，我哋就而家就冇拉式，美粥係攞嚟。係為嗰啲雞鴨鵝啊咁嘅，其實都係有美粥嘅，有4個係級別嘅，頭燙、二燙、三燙、4燙。你學會挑腐竹了嗎？好靚㗎，本地豆、山泉水、柴火腐竹。